皇上，你已经抓到冯昭仪了，现在该轮到冯昭仪抓别人了。是啊，该冯昭仪了，让他抓了该。快点，来，朕亲自帮你蒙上。妙莲，开始了。皇上，妹妹，我在这儿呢。好，过来，我在这儿呢。来呀，皇上，过来呀！妹妹，快来呀！别走，抓不到我。来呀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皇上，过来亲嘴巴。快来抓我呀！来呀，皇上，妹妹，快来呀！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来呀！快过来！皇上，快过来呀！你们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，皇上，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姐姐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你们在哪儿啊？皇上，姐姐你在哪儿啊？皇上啊！不好了，冯昭仪落水了！快来呀，皇上！啊！妙莲，爱妃，妙莲，爱妃，娘娘，爱妃，娘娘，娘娘！爱妃，吓死朕了你！总算醒了。冯昭仪，爱妃，醒了！啊！你谁呀？爱妃，是朕呢。娘娘，娘娘，哎呦，娘娘，这是皇上啊！娘娘，太像公公了。娘娘，拍戏呢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工作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娘娘，爱妃您去哪儿啊？哪呀？娘娘，这是皇上，您别吓我呀，娘娘。妙莲，你莫非受到什么惊吓了？娘娘，娘娘，我跟你说，别吓我，我从小胆儿就小。这是哪儿啊？谁告诉我这是哪儿啊？娘娘，我手机呢？我钱包哪儿去了？谁把我穿成这样的？妙莲，你风言风语说些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别过来！我肯定是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全都是假的。快醒醒！快醒醒！快醒醒！皇上！
妙莲，妙莲，醒醒啊，娘娘！皇上，妙莲，皇上，妙莲，冯昭仪一反常态，是不是中了魔了？娘娘，快传太医！是。哎，妙莲，妙莲。皇上，赤梅荔枝，解解忧愁。没胃口。皇上，哎呦，皇上，启禀皇上，冯昭仪醒了，快去看看。都3个月了，他怎么还能醒？娘娘别担心，御医说了，他患了污秽之症，宫中无人敢接近。那皇上不是已经去了吗？你谁啊？娘娘，您真是病坏了。我是柳儿啊，这是朝阳宫啊，娘娘。娘娘，我怎么成娘娘了？娘娘，您是冯昭仪呀？您不会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是不是失忆了？娘娘，什么叫失忆呀？娘娘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，我扶您躺下。娘娘，我扶您躺下。哎呀，娘娘，你等我一下啊！皇上，这种污秽之地您不能进呐！朕来看冯昭仪，有何看不得？皇上，娘娘，我给您梳头，我给您梳头。娘娘，我给您梳头。哎呦，皇上您慢点儿。参见皇帝陛下。妙莲，你有什么起色吗？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妙莲，妙莲，娘娘，皇上叫您呢。皇上，皇上，啊！妙莲，你病得太重了，刘太医，快给朕治好妙莲的病。是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啊！皇上，请。冯昭仪到底得了什么病？皇上，以碑石来看，此病乃污秽缠身引起，可能是鬼神附体，导致冯昭仪风言痴语，目不识人。鬼神附体？皇上，也就是说他中了疯魔了，超出卑职医术的能力。也就是说你治不好了，我养你干什么用的？皇上恕罪呀！哼！
你说皇帝是太宗大帝，那这些古董可都是真的了。喂，这带回去得值多少钱啊？那现在是什么朝代啊？现在是宋唐，邻邦都称我们为大唐。宋唐？我只听说过唐宋，还真没听说过宋唐。那到底是宋朝呢，还是唐朝呢？倒是南北朝的时候有个刘宋，莫非被架空了？娘娘，您真的是病坏了，连记性都不记了。看来我是真的穿越了，我成娘娘了。哇！太土豪了吧！啊，金的。那这么说来，我应该是个大美人了吧？柳儿，给我拿个镜子来，快呀！拿来，给我呀！这不还是我吗？太重口味了。让我一头撞死算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以前从来不说这种丧气话的。御医说了，您这病要冷静。我冷静得下来吗？娘娘，柳儿，你能给我打扮打扮吗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柳儿，你说陈昭仪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可能是胎动吧。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我一见到她，心里就特别不舒服。娘娘，再怎么说，你们也是表亲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表亲表亲，扯断骨头还连着筋。不过陈昭仪她确实有点过分，作为你表姐，还处处跟你作对。她怎么会是我表姐呢？娘娘，她是你姨娘的孩子，跟你的名字相连啊，叫妙芝。这皇宫还真是，哼，什么亲情都没有，姐妹之间也往死里斗。在这个皇宫里啊，为了争夺皇上的宠爱，亲姐妹打得你死我活也是常见。就为了一个臭男人，你说他们至于吗？有很多美人为了进这个皇宫挤破了头。不过娘娘，你不用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美人。娘娘，自从你病了之后，总是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疯话，宫里人多嘴杂的，总会说三道四，您要小心啊。哼，这个呀叫树大招风，高处不胜寒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娘娘，您又说疯话了。
皇帝陛下，娘娘正在沐浴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今天去见三王了？对，怪不得你的病连国师都查不出来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方便跟三王私会。你想跟他旧情复燃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枉费朕这么宠着你，你不但跟三王藕断丝连，还推倒陈昭仪害朕的龙子。冯妙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。大胆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朕说话！所有的嫔妃宫女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是嫉妒陈昭仪怀上朕的龙种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一个怀孕的女人就可以横行霸道、随便欺负人吗？他陷害你，我看你是在害朕吗？昏君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只是一个昭仪，竟敢骂朕！朕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朕带到冷宫去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！娘娘，皇上怎么能对你下得去这样的狠手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让我看看，娘娘。冯昭仪，你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皇上如此忧虑，是不是因为冯昭仪被打入冷宫的原因？不要跟朕提他。臣妾知道了。启禀皇上，波斯使臣刚刚进贡了一个绝世舞女，要不让她给您跳个舞解解闷儿？也罢。冯昭仪跟我斗，好啦，别跳啦。
凭什么这个波斯女人刚来了就当了昭仪？刚走了一个冯昭仪，又来了一个八昭仪，真是走了狼又来了豹。姐姐，这个八昭仪现在皇上很宠她呢。想当初皇上不是也很宠冯昭仪吗？可是现在呢，还不是被打入冷宫了？这种事情宫里多了，快点，日子长了你们就懂了。停，走。哎，那不是冯昭仪吗？哎，妹妹，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匆匆离开呢？哼，护怕护。参见各位娘娘，参见陈昭仪。你可是去恭喜皇上的？是啊，妹妹命苦，反正也没有几天好活的了，自己知道不可以再伺候皇上，也就死心了。不过在恭喜皇上之前，倒是要先恭喜姐姐啊！啊，为何恭喜本宫啊？姐姐你怀有龙种，身子不方便，就把皇上让给其他女人去侍寝，这样不是给姐姐分担负担了吗？就可以安心养胎了呀。那倒是。如果八昭仪运气好的话，应该很快也会有龙种吧？这样姐姐们又可以为她去分担。哎呀，真是姐妹情深呢。本宫无法侍寝皇上，想必妹妹也没有这个机会吧？同病相怜之人又何必在这儿？不，妹妹跟姐姐可不是同病相怜。姐姐你有龙种，妹妹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再加上我这身绝症，在皇上的眼里，我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妹妹也不必绝望，说不定皇上哪天又回心转意了呢。往事不要再提，过去已是风雨。姐姐妹妹们，你们玩啊，我先走了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册封昭仪一般会庆祝3到4天呢。哦，哎，怎么没人通报？娘娘，你等我啊。娘娘，娘娘，哎呀，哎呀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什么人？快！妹妹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参见陈昭仪。那个，我们家娘娘突然病发了，奴婢这是要扶我们家娘娘回寝宫服药呢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我这病可传染，传染给龙胎就好了，回去赶快吃药吧。是啊。娘娘
娘小心啊！皇上怎么大白天还插窗舞啊？什么是插窗舞？就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你都站住！臣妾叩见皇上。参见皇帝陛下。起来，起来。刚才私闯朝阳宫的是你吗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又要耍什么手段？你又想挑拨陈昭仪，一起陷害巴尔辛安？你处处算计，以为就会得到朕的宠幸吗？谁要你宠幸？你要不是皇上的身份，谁会喜欢你？打得好！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皇兄，冯昭仪姿色已衰，又是绝症残躯，竟然在这儿出言不逊。倒不如提前将他处死，昭告天下，这就是杜父的下场。三弟的话，朕本该采纳，不过看他也活不了多久，朕就饶他一死。谢皇上开！谢皇上开！谢皇上要娘娘不死！以后朕做什么事情自有主张，容不得你来指手画脚。是，臣弟告退。吓死我了！那天我的小命怎么办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娘娘，来，娘娘。你还笑？娘娘，恭迎娘娘回宫。娘娘，我们终于回到这儿了。哎，之前住在这儿的八昭仪呢？娘娘，八昭仪刚住进朝阳宫不久，陈昭仪说朝阳宫是不洁之地，还请了一个法师驱邪。八昭仪身染恶疾，没多久就病故了。恭喜皇后，又成功的干掉了个情敌。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这话万万说不得。冯昭仪回来以后，情况如何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特命上宝寺制就金宝，赐给了冯昭仪，使她享受同皇后一样的待遇。另外，还给了她一顶豪华的，甚至超过皇后的喜寿带。什么？哦，还有寿带上还镶嵌着12颗猫眼石，价值连城。同时，皇上还亲自送给冯昭仪一块雕琢后的玉佩，说是当年的和氏璧，具有
驱邪镇定的功效。好了，我贵为皇后，皇上都没有赏赐过这些。好啊，你个左昭仪！哼！妙莲，记得吗？2年前，你也跟朕一起出巡过。这天下经过2代人的努力，总算是国泰民安了。这些年啊，朕见过的美女无数，但只有在你面前，朕才会不自觉地放下一切，说说心里话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，朕给你点上了。好热。热吗？朕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脸色像花朵一样娇艳欲滴。放开我！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的。你越是这样，朕越喜欢。怎么是你？醒了。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混蛋，无耻淫贼！你是朕的昭仪，朕怎么无耻了？你用迷香害我，毁我清白。这不是迷香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。谁喜欢了？我才不喜欢呢！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冯昭仪。那我的冯昭仪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反正我不是冯昭仪。这是妙莲的记号，你就是朕的冯昭仪。我什么时候长了颗痣啊？妙莲，朕答应过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朕已经封你为左昭仪了，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啊。什么左昭仪右昭仪的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想回家。恭送皇上。皇上最近都在哪儿肃亲啊？哦，回皇后娘娘，皇上自巡游回宫后，每晚都留宿在朝阳宫。这个贱人，回宫不参拜我也就罢了，还天天的端着架子，让我这个做皇后的还怎么统帅后宫？哦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那冯昭仪也不过就是一个妃子而已，现如今竟然敢仗着皇上的宠爱，不将娘娘您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一个昭仪，竟敢用狐媚手段日日魅惑君王，剥夺其他嫔妃的机会，扰乱后宫，罪该万死！哎，皇后娘娘息怒，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，娘娘，后天皇上带着百官要去东郊狩猎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娘娘，您想啊，皇上这一去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
郭公公，不枉本宫平日里疼你。多谢娘娘。该怎么做，奴才心里明白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你何必呢？家业国师来了。啊！娘娘，今天天气还真是好呢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娘娘慢点儿。哎，娘娘，是皇后那边的人。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娘娘。呀，郭公公啊，您今儿可真漂亮。皇后娘娘命你立刻去觐见。我没心情。娘娘，他拿的是皇后的金牌，您若不去，恐怕会被杖责。那就去看看吧，我倒是要看看皇后会耍什么威风。请吧。冯昭仪，还不向本宫行礼？皇后娘，女子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为什么要跪你啊？娘娘，你没回宫的时候，这里都很和气。自从你回了宫，搬弄是非、献媚妖丑、目无皇后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皇上总住在朝阳宫吧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让他睡你那儿，我一个人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难道是讥讽本宫没有你的狐媚手段？哼，贱人这个词你就别形容我了。论年龄，我是妹妹，你是姐姐；论先后，我先进宫，你后进宫；论名分，我是昭仪，你可是皇后啊。贱人这个词儿，姐姐，你可是更上一层楼呢。娘娘别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冯昭仪如果不是病了，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呢。这个贱人出口不逊，给我打20大板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看你们别过来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好啊，给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！皇后娘娘，走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我就不信弄不死你一个冯昭仪！娘娘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娘娘。皇后娘娘息怒，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。娘娘，八美人死了，太后过世不久，这宫里接二连三的出大事，是不是有什么污秽之气呀？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。我看不是什么污秽之气，是有不祥之人，该请个法师瞧瞧。啊，娘娘说的是，依您之见，该请哪个法师来合适啊？皇上素来信任家业，这场戏一定要家业来唱。还是娘娘您想的周全，哎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哼，跟我斗，冯昭仪，我看你还能活几时？
师父，皇后娘娘来了。迦叶国师，阿弥陀佛。迦叶国师，本宫来得太突然，打扰了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娘娘亲自移驾来此，不知何事。国师也知道，巴昭仪染疾不治，皇上还在悲痛中。而且前不久，太后也驾鹤西去了。生死有命，皇后请节哀。这个我倒是知道，但我还是觉得很蹊跷。前些天我看见东北方有一股黑气，正是冯昭仪的朝阳宫。竟有这样的事情！大师斩妖除魔的威名扬名天下，本宫今天来此，就是想请您亲自做法。谢谢娘娘对小僧的信任，小僧实在是不能胜任，还请娘娘另请高明。怎么，皇家供养你多年，现在连皇上的安危也全然不顾吗？小僧不敢。看来还是我人微言轻，是要等皇上亲自下旨，才请得动大师您吗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此等小事何劳皇上费心？小僧从命就是。太好了，大师果然识大体，那就赶快进宫做法吧。最好在皇上回来前把妖孽除干净，以免皇上中了邪气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哎，皇后娘娘驾到！娘娘，参见皇后。放肆！见了皇后娘娘不叩拜，成何体统？老变态！他这个妖孽哪里懂得宫中的礼数？本宫不与他计较，把妖孽给我拿下！上！哎，你们干嘛呀？啊！哎，娘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怕我威胁你的正宫宝座是吧？这是要灭口的节奏啊！迦叶国师，请去天台降妖除魔吧。带走。娘娘，娘娘，走吧。你这个臭女人，贱女人，要不要搞这么大仪式弄死我啊？你一定会遭天打五雷轰的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嘴还这么硬。皇后娘娘，法事已经完毕，现在可以点火。点火！是。你个老变态，你下辈子肯定投胎做人妖。
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没事吧，娘娘？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此事已经惹怒了上天，看来法事不能再进行了。如果再进行的话，恐怕连我们也要受惩罚，天意不可违呀。是啊，到此为止吧，娘娘。回宫，回宫，今天就留他一条小命。娘娘，柳儿，娘娘，快走吧。娘娘，我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佳音，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。走吧，娘娘。柳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哎。莲花山，我能回家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皇后不必多礼。皇上最近过度操劳，龙体欠安，臣妾亲自给您熬了汤。妙芝，费心了。来，妙芝，朕这次去东郊狩猎，一去就是好些日子。这段日子，宫中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皇上驾到！娘娘，皇上来了。爱妃，朕来看你了。朕听说你顶撞皇后了。你是为了这个来责备我的吧？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在后宫为所欲为。我怎么为所欲为了？你竟敢顶撞皇后，成何体统？她毕竟是宫中之主，如果所有的嫔妃都学你这样的话，后宫怎么管理？朕要你现在去跟她道歉。真有意思，正是想弄死小妾，小妾侥幸活了下来，小妾就罪该万死吗？不错，你遵守了你的原则，维护了正室的利益，那是你的权利，我绝对不会向他道歉的。朕之前从不打你，那是因为以前的你温柔至极。可是生了这场病之后，你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是责怪朕没有立你为皇后吗？这也都怪朕。朕本来是答应过你的，可自从你生了那场病以后，性情大变，妙芝又诞下龙子，重臣力主封她为后，朕也没有办法呀。妙莲，是朕不好，朕明白你的心情，是朕负了你。朕本来也没有打算说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，可
可是你刚才对朕那个态度，朕就是忍不住要生气。既然你今天心情不好，那朕就不打扰你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这次皇上叫你去参加玫瑰园的家宴，你可千万别再说疯话，惹皇上生气了。我可没心思惹他生气。这回啊，我要光芒万丈，与众不同，让皇上的3000后宫都失色。这件的颜色和款式还不错，应该可以改造一件不错的晚礼服。什么服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我一会儿啊，先给你做一身，让平日里对你翻白眼的那些宫女们都嫉妒死你。去，拿剪刀和布料来。哎，是。好嘞。柳儿，柳儿，噔噔噔噔，什么呀？这个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可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，凶器。凶器？娘娘，要杀谁呀？皇上，皇上。真是大棒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爱妃，快过来坐。爱妃最近身体如何呀？还好，皇上。皇后呢？皇后现在比朕的架子都大吗？快去请她去。是。
娘娘，皇上催你呢。知道了。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有了冯昭仪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轻点儿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啊，免礼。皇后，请坐吧。爱妃，这是新来的贡品，你尝尝。皇上，我减肥呢。皇后，坐吧。我不愿意和这个狐狸精同坐。姐姐，你说谁？说谁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皇后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皇上，这个狐狸精目无皇后，以下犯上，为所欲为，你却一直纵容他，你已经被他迷得昏了头了。大胆！皇后辱骂朕，罪不可赦，立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后册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皇上息怒，饶恕皇后娘娘吧，请皇上开恩，就放了皇后娘娘吧，放了皇后娘娘吧。谁都不要求情。皇上连皇后也不惯着，天哪！看来皇上没杀我，还真是万幸啊！皇上息怒，皇后顶撞皇上，都是源于臣妾，是我让姐姐生了那么大的气。皇上，你发发慈悲，网开一面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饶了姐姐吧，皇上。皇上，妙莲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皇上，您就饶了姐姐吧。哎呀，来，快起来。妙莲，你还是这么的宽宏大量。好吧，朕今天都看在妙莲的份上，先饶了你吧。妙莲，朕以前生气的时候，都是你陪着朕。现在你也陪朕走走吧。这些年，你与朕最亲近，朕明天就废了皇后，立你为后。皇上万万不可，皇后只是一时的气愤。再说了，我也有错啊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废了皇后，那岂不是让人觉得我仗势逼人，连皇后都容不得？就算当了皇后，也没有办法服众啊。可是皇后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的侮辱你，如果朕不在，还不知道她会用什么手段来整你呢。其实也怪我，是我没尊重她。妙莲啊，你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朕非常开心。皇上，你放开我！皇上，你放我下来！皇上！皇上，你想干嘛？朕能干嘛？你是朕的爱妃，朕今夜就住在这儿。皇上，不能这样！爱妃，朕想你都快想疯了。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你别这样！皇上，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真的不是冯昭仪，我是冯凤。皇上，你饶了我吧！皇上，你放过我吧！你放过我吧！你总是这么说，冯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啊？皇上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误入了皇宫，我只是跟他长得比较像而已。又说鬼话！皇上，
上，你不能这样，我求求你了，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自尽了。夏夜，你想过吗？如果皇上知道，你会没命的。妙莲，只有你活着，我才能活着。如果你死了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驾！佳音，我爱你。驾！赵一人呢？人呢？冯妙莲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冯妙莲！你人呢？人，娘娘不见了。皇上，我是狐狸精附身了的冯昭仪，真的冯昭仪早已死了，你们不用找我。说什么鬼话！赶紧给我找人！启禀皇上！启禀皇上，发现国师和冯昭仪行踪了。召集御林军，备马！撤！应该就在那儿了。佳音，他们好像追过来了。没事，妙莲，你坐稳了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驾！撤！这对狗男女，朕抓到你们，非将你们凌迟处死！撤！撤！驾！撤！别怕，别怕，别回头！你受伤了。来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，快走！我不。佳音。跟朕回宫！蠢女人，跟朕回宫！快走！走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
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皇帝，你还我家业！你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我家业命了！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，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。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宝君，宝君，宝君！